上海讲过去，趁高举皇帝都来出头前，头接封贵妃，文官也被吕明记，龙王花轿台名女。上海讲过去，趁高举皇帝都来出头前，头接封贵妃，文官也被吕明记，龙王花轿台名女。
你
学生经过此地。咦？一男一女，一老一小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。不知你要问哪一个？休得啰嗦！一个少年长子，可曾遇见？少年长子。哦，刚才看他往江边结交而去。将军，命他引路。好，命他引路。在，走。曹子斌，要是张王逃走了，逼你死犯。哦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。是，神到哪里去了？进，为何要给上走路步啦？小女子在此养伤，这金水清清，真用得别个常年拾金呐。前去查官，查官。兵大人只应做给宽不清楚。血怪有神无神，乱杀对决。陈立生，健康则可以苦尽，饮水都生的呀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休得啰嗦！大圣，奉请。
太子。上次我是我儿子弟弟，我不是鬼呀，我玩火掌。哎呀，大子，你应该看这样后，我就把子进来，都到田沟里去了哈。大子，你看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你大难不死，别与后佛。他最后，上师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们大祭司，我有3天没有精神了。啊！哎呀，上师，这个文化女人接力冲击。哦，这能啥看？这是农家生的点心。哦，哎呀，这文化鱼的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呢。上司，上司，起来啦！哎呀，张氏，你怎么连笔也吃下去了啊？记不着让他去记下了，实在有点难为情啊。都是他去救命之恩，我才有出头之上，听到报他这。
求你，大姐，请不要再次连累大姐。不要再多说了。既然相公都是敌兵，那我们就鼓枪去到死将臣在走不得去呀！哎呀，既然道路之罪都有将，好，这些。大姐呀，我是谁心啊？让他送出劳动，我贴上劳动送你过江。大姐，你快快逃逃江水，我让范文休息不必，我只能让一个女子一生万幸啊！大姐，这恐怕俺舍不得，舍不得呀！不要再语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不可啊！他会坐上高头，大姐，这恐怕俺舍不得呀！大姐，不可啊！相见。
君恩。张布兰，你问这里哪一叫张布兰的呀？是啊，张王庙接他进宫，随风上啊。原来长子就是张王。哎呀，娘，要是女儿，就是张布兰的。女孩，你不要胡言乱语，冒真忘恩是要杀头的。桂兰姐，要是你真进宫张王，那我不要了你。清明安心，他不听命，我风上去死亡宫里。皇上把你亲亲我给娘娘心思呀。杀身去你去解告，倘若女儿是不兰，家训心中记得牢，做人要做好，出身不图报，不图报。大娘说得好，出身要做好，出身不图报。大娘，那你娘不能带俺去进宫去呀？要是进宫有什么好？宫门四海难他逃，我正好是笼中鸟，争风铁柱多心焦。总算是用马富贵相夫君，比不过死与死在路他道，母女两相依为命难分离，杀不得宝贝女儿去坐牢。进宫中娘娘，大娘是不是想坐牢？哎，坐牢。好了好了，落鬼了吧？天色已晚，随他说晚女孩，我先走一走。母亲之言，他思量。
下山把罗上，为何你偏偏当皇上？倒不是手起波澜也想的。慢慢讲。圣上刚刚传下客谕，这黑月令玉器信不到救家恩人，以为生命，也花言三生，啥贼找不到救家恩人，怎么样？就要老爷尽尽钦差。好。老爷，郑雅思啊，只怕我这位无纱帽不保，脑袋要搬家了。郑雅思啊，你再想想办法，你想想办法呀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给我想想。老爷，咱本来居家后不留证明，凡谁叫他进宫谁封赏，他也不见王法。这尊菩萨难请啊！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呐？这，哎呦！老爷，为尽自己请不了菩萨，只好求菩萨了。你是叫我拜菩萨烧高香？哎呀，我是叫老爷去求百姓，老爷诚心一片，定能贯通恩人延伸。好，怪救命！好告诏，冤官降我命，
只好救百姓，快！起来，乡亲们，呐！我是袁衙衙司陈文人，特替园林老爷向乡亲们求情。刚才犯谁生死下，眼眶眼闪闪，实在找不到救家恩人张伯郎。老爷求要，我就要尽尽钦差了，恐怕这也为不来了。永福老爷谁在？这也太没有道理了。是啊，你大个事体啊，乡亲们，生命难违也。皇上信恩生本是好事，让恩人恰不领情，叫皇上的面子往哪里放呀？真呀是啊，我这孤儿寡母。就靠你为心了，老爷，你放心。恩人啊，我怪你，我家某就此撇过了。老爷，不得，大老爷，您救家恩人，快前往帮啊！原本不想把红情，谁知道历来园林担才名，他生来就相信无人怪事情，一时糊涂泪旁人，急忙上前赴园林，大圣，恩人先到了。恩人在哪里？恩人在哪里呀？接下王当两声礼。女儿，你就是张伯兰。小女子张桂兰，就是张伯兰。怀你年轻轻时的小女子，你真的举过皇上？桂兰姑娘，你可不要宽测老爷可怜，就假冒恩人呐！我真的是张伯兰，老爷请看。救家恩人在上，本官谢过救命之恩。不，大圣请起。哎呀，女儿，女儿，你真的就是张伯兰？哎呀，你为啥不讲呀？是啊，娘，女儿听你的话，做人要做好，做人不图报，不图报恩，还将做神。谢谢人不信，阿弥陀佛。桂兰姑娘，请上轿，随我去回复皇命。娘，女儿，你去吧。桂兰姑娘，你先去。不，我是老爷先请。桂兰姑娘。
娘还是你先请。我在路去。桂兰姑娘，你先请。老爷。想想，我女儿的福分，还不及一个臣妇。夫人你哟，我道女儿福分轻，结得长中可登天，好色进宫成皇恩，万岁家令金瑞言，一道圣旨到洛阳，我随父领上京丁老爷，请在他身道。请。是。万生叩见恩师大人，灭令严令。恩师大人，请。恩师大人，这是百生心意，请恩师大人笑纳。哎，恩师大人，此番万生为寻找救家恩人，几经周折，才得以找到了张布兰。言其劳苦功高，对我罪名深长，听传从上。多谢恩师大人。请救家恩人相见。是，有请救家恩人。是。有请救家恩人。拜见钦差大人。灭令。此人面容，严肃李良良，似曾相见，在何方？恩师为我上我法队，姑娘为我曾经迷茫。原来是当年做了怀不成天兵在上到荣阳，这成不成是注定冤家无罪。
巾帼少年，杀身亡死，大举张王。神鼓穆桂英挂帅，花木兰从军。大圣故意了。本钦差奉旨今召九家恩臣，使官从他。恩臣须将九家之事讲过清楚，以免差错。大圣岂怕差错？小女子有不久进宫，上午回去，不请也罢。本钦差奉旨应旨，你不讲请辞，是何为父王命？是此，钦差大圣听了。要听你亲口讲，我将他塞进里头大身上，亲口给龙娘奏章。你把万岁放在心下，你该放过来，说些长再兵我来路。为甚不然？女子皆有，岂能作证？分明你是冒名，是非冒名，上我面前万岁就知道了。面见万岁，此行妄想，你道万岁怎地来报你？陈姑。自恩，不为报恩，葬我不神。学当年之耻，报当年之耻。一家堂堂三王，藏身于女生委屈之下。羞杀万岁！他你不到又叫天兵乱动了劲，分明举义抹黑这是万岁的圣旨。大圣，天下哪个不是女子生养？生死关头，怎不得上下大小？也不知他是万岁，是我妹黑，实在是冤枉啊！官官强辩，看你是不打不招。来呀！哟！用太医是冤枉！
关酒驾之事，你都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。好，告诉你的女儿，从今以后，她就是酒驾恩人，再不来。哦，恩师，那张不兰那张不兰也是冒充皇恩的罪犯，本钦裁定的条案，你怕什么？万一本魁不兰在此，更是天意无缝啊！哦，恩师，本钦裁早就知道你的女儿聪明言说，才貌上见，早有相处之意，今朝天赐良机呀！哦，恩师，此乃欺君之罪，外甥我实在担当不起呀。为师一片好意，难道你经久不前，要切发举不成？恩师，息怒，这是恩师四次的，万一事情败露，岂不是要害了我女儿，也害了恩师？外甥眼睛都没有活路了。难道会是将你青藤做黑当亡良之事对策嘞？你一家就有问路了。哦，恩师，外甥生命。起来，索取真的印章。明日凌晨，你女儿随本钦裁进宫，切记为你女儿问好，做好开工，早点把账簿来。告辞。宋恩师，老爷，一辈子之间，你要留条后路啊！对，留条后路，这也是。你说将张回来，也是早报三分，长过灭手，你也将快水，好生宽待。老爷放心，本朝早怕。老爷，这真是喜中天降，喜中天降啊！什么喜中天降？是祸从天降！哎，老爷，莫非真要经久不前，吃不久，得罪了赵钦才？我看你呀，切罪不起。弟弟母亲，此事不可啊！女儿的真情长。朝廷请他听
谁来替我谁穿衣？女儿一向孝顺，今日怎么连娘的话都不听了？娘，今日之事实乃聪明。儿啊，你实不应允，为父我难服亡你。这出入龙爷，得罪清仓，为父就是有10个脑袋，也得搬家了。老爷，女儿举不移动，为娘万事早点去死了，免得被夫人非儿啊，弟弟只怕女儿冒昧进宫，反而危害了你们呀。儿啊，我家家全靠你了。你什么心经过去，我需侥幸能亡命。你是不肯把公进，我家家要为能操杂，断子切生了。女儿。
万岁，恩人张不兰到。爱卿一路辛苦，选。万岁有旨，九江恩人张不兰见驾。李子。
你是朕的救命人，今天你就是出卖了朕，却当了朕，朕也不会怪罪于你呀。此话当真？今之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多谢万岁龙恩。万岁，你知道我是谁呀？你嘛，是我的救命人张不兰呐。万岁，你是自喜快乐。你好是梨花带雨
小女子并非是张不兰。朕早去知道了。想到你不懂报恩，家母为民，朕才叫你不能为民，高从他去。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张不兰，乃是冒名顶替的娇女婢。张不兰你，张不兰在哪里？这崩溃不兰从何而来？张不兰已被关押起来，关押起来！这不愧不兰是弟弟教育我的。你弟弟是谁？弟弟乃是二弟父亲。他蛋！清官戏弄天子，孟聪，猜此女子的弟弟是谁？禀万岁，他的弟弟乃是曾海元令。小小元令也敢欺朕？万岁，弟弟他不过，他是早晨要先陪逼我的，才命我冒名顶替。是后生大胆，管要小元令，正是那钦差曹子斌。曹子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苦恼，冒名顶替，单他暴体，万官不夜巡查，谁家一等？万岁，小女子句句所思。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总以为你是有道秘诀，恰原来也是个糊涂混局。我府都是昏在哪里？皇命难复，父母相逼，岂能不从？可谓奸相。经过面君面随了，和身为官都同僚之间，可谓尽奏小女子总相谅解，后才忠孝两绝的假牛皮，万岁！好，朕暂且恕你无罪，是后在这处置。谢万岁。
孟聪，万岁！两位爱卿，随朕同意。正子。
在真的来报你成果之恩啊！此情报信，他是许当年之耻，报当年之耻。救家恩人在上，本官谢过救命之恩。多谢他尽救命之恩，我实有出头之日，定当报恩。结婚丈夫真是清早的好。桂兰姑娘，有位先生他来欢迎。什么先生？莫非我司机临近前来猜谜？先生，说谈说理。好。木兰，是你吗？你是？我就是3年前被你相救的壮士啊！是你？好啊！好一个忘恩负义的长子！恩人，你为何如此对我啊？
明日当了皇上，原来是哎，这虽是皇上，在恩人面前，我还是当年的壮士啊！一巴掌当了皇帝，我也心惊。我当的是旁人对你的狠心人，说什么水晶长生不美，说什么波澜对对乱乾坤，对你我是一生雷神娘，凭什么波澜对比起恨？你倒当一旁心好狠，会不给救了你这旁人的一生？你这方陪你的人，冤枉啊！报恩之心，天地间。我怎会将恩人拿起？在你前所可惜天上你不报之恩常记。望登举发黄榜，恩人今日配地。桥上的帆泪寻你，回望真相那继续。不来吧，不来啊！张张乾乾，天天见。你却是不问情缘，见面却当埋着他边缘去，诉衷肠，情真意切。看来是不为他旁人对我错怪张氏白龙年，白马万岁，宽恕我鲁莽好呀好呀，朕不会怪罪于你呀。来，哎呦，万岁，你派来的钦差，就像当年英蝶兵追杀你的本子曹之斌，先生好子，好，刚接到转报，张桂兰的母亲已被人杀害，她随我长死，生不瞑目。
好生大胆，故意设防。我要到明贼府审阅告查。先生。尽快呈送到刑部陪安。愿你尽管放心。吏部尚书薛大人到。本府虽然竟然惊动了吏部尚书，策应。这公堂做水堂，好生去怕呀！徐大人，下官在明州为官多年，无的大罪，免不了宾客迎门。就连你平日请都请不来的贵客，多光临了，这水堂不大不行啊！徐大人，请。
么巧什么巧啊？巧！我要搞场，给我们通报。搞场？哎，你没有看到夫妇老爷做塔水吗？今日搞场出美女。我劝你呀，我还是快回去吧。那不成，请通报一声。耶，你是天子啊？你怎么叫我天子啊？只有天上来个子民，才不懂得地上的事故成绩。不就叫你通报一声吗？我为什么要请你通报？耶，猛刚不通报，为谁通报啊？我就是不通报。你想怎么样？你不通报，我再去结果。师傅老爷做塔水，衙门稍加三成，岂有此理！师傅老爷上万钱，塔水有理就有理。那我的理算不算理呀？这下可以通报了吧？我家老爷的呢？哦，你家老爷的。那1000呀！哦哟，这下够了吗？够了！你不是说有天塌的冤情吗？是啊，只有天塌的冤情啊！那就赶快击鼓告场啊！告场？告场？告场啊！你讲，我讲，万年青，万年青。周大人啊，结果这万年青有天塌的冤情啊！周大人，请老爷升堂跪下！跪下！大胆万年青，今日六位大圣在此，请我本府负责受担。你为何不早不知，偏挑今日告场？今日有冤，今日告，他日下手，我真知晓你。哼，呈上。是。万年青，本府明经高院秉公而断，此案8日之内当查过明白。退堂，且慢！大人，长纸上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为何不审不问，绝告退堂啊？是啊，你给当堂审案，当堂审案，一定要审，此次就审。万年青，快速来！
王诬告本府，难道你不想伸冤了吗？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何来冤情啊？何来冤情？蒋知县，我却问你，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我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关你何事啊？哎，蒋知县，老夫也想知道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。禀徐大人，我的女儿她进宫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家父千金奉旨进宫，钦差大人亲自护送，民罪方圆不离，神神切实啊！万岁，太钦差，今天是居家恩人张不兰。难道蒋知县的女儿不姓蒋，却姓张吗？这都怪了蒋知县。蒋不老，你晓得什么？徐大人，张不兰乃是我女儿救家之儿，不图报恩私用的假名。呵，我却说你女儿蒋玉萍冒充张不兰进宫。李正之，你怎敢无色不讨？哎呀，万年青啊！你竟然诬告朝廷命官冒认皇恩，给当何罪？蒋知县既不是冒认皇恩，为何要将倔强人张不兰关押起来呀？蒋知县可有此事？不，徐大人，下官并未关押救家恩人，这与冒认皇恩的律法咋归来？是此事嘞，冒认皇恩的成果倒是张归来了。这是朝廷钦差曹大人亲自定的案，怎会有错啊？对呀，这里我与公文在此，在哪里为家？银票一起了，错了，幸有老夫特为保护。徐大人稍息片刻，老夫愿为退劳。钦差大人也来了。曹大人啊，这知府本钦差系列督办冒生皇恩一案，特来讨备退居。曹大人，请。哦，徐大人也来何罪？曹大人，巧，曹大人。哦，贾大人，曹大人，一切来都没的安全，老夫正在替周知府审理你。曹大人，请说。哦，请。贾知县，大人。贾知县，大人。你女儿贾玉萍是不是冒名顶替，一万不生财？不，大人。讲。我早生，令我女儿报名进宫的人就是他。前来何事？恰遭诬告。周知府，你的公堂难道是西厂吗？不过，我与上方宝剑在此，对我不敬，自动对犯谁不敬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李若人，此生真是原告啊！范年轻啊，你可外于场要告？有啊！张不兰之母无端被人杀害，这一血场，我要告！
但是你可恨冤枉，长高后生呐！早定青菜草子饼，红桃青菜草子饼，好饮一丝为生命，病好当我居家人，病好病好命。将士杀生灭口七五岁，挥别园林美无名，家中三姑娘妻。曹大生的万岁一向忠诚，他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黑你呀？我不是他生蒙了眼睛，关不清身边牛鬼素人。当年是张王靠南征黑营，营的最上查军统营，一步引路乱石头进，都是这埋伏乱臣曹子兵。此话当真？据是我亲眼所见，当年迎铁兵30万岁的本人铸下兵符于刀上，是不是曹子兵可以当头验证？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哼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一场好戏耶！你女儿贾玉萍忠孝两全，朕
予以褒奖。你保护居家恩人，张不兰于公，公公相弟，下葬为民。谢万岁！礼部长是许着亲自成才，正赐你尚方宝剑，天下寻常，将那团官无礼也给严层层遵旨。哎呀，将这些孽子押了下去。恩臣在哪里？恩臣在哪里呀？万岁！我们四处寻找恩人张桂兰，可是城去而空，不见踪影，不见踪影。万岁！桂兰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张家去哪一家查苦了，就向哪一家报恩。记得，国王当算记得。万岁，万岁！你看，张家兴家家户户遍查不来，正常的恐不慌。哎呀，你的命相不会天下开吗？桂兰，你不愿结果，这不必你，真
真要你神风风光光地成家，传真之意，将龙凤花轿凤归亚北，刘才名记，上明天女子出家时，向一日之皇，也是至真。龙王活就得名誉，这